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的消息。讲有按算要来选高雄市长的人，已经开始咧春卡出手了。像这个立委柯志杰抢挂扛棒，是伊甲市长陈其迈做伙翕的相片，佮写讲伊是我的同学，而且来表态，伊要参加到市长的初选。 民进党内除了柯志杰，也佮有林岱华、罗瑞良、甲区议员，拢已经咧做跨区的服务了。若国民党早就确定由郭志温继续来选。伫咧服务处甲看板挂起来，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拍同学牌，加卡阁写单局的子弟兵。若这款的看板，未来伫咧高雄是世界拢看会到。小金刚勤跑基层。 地方劝进声不断，志杰希望延续市政的进步，参加市长初选。若是挂看板，柯志杰搁较宣布想要参选高雄市长，不过想要做伙竞争的人也搁未。